各位教育同工，各位關心孩子成長嘅家長，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將放進教育上。我係 Dicky 校長。大家有冇留意到，今日坐喺我辦公台上，正盯住熒幕睇得入神嘅特別嘉賓？冇錯，今次陪我一齊做主持嘅貓主子係充滿好奇心，但又極度需要安全感嘅朱古力。大家知道嗎？朱古力係一隻好有趣嘅貓。如果你把佢關咗一個狹小、只有玩具嘅房間裏邊，佢好快就會變得焦躁不安，甚至出現行為問題。但如果你讓佢喺安全嘅客廳裏面自由探索、跑跳，佢反而會展現出無比嘅自信同冷靜。睇住朱古力，再睇下我哋學校裏面嘅孩子，我不禁陷入咗深深嘅反思。喺我哋學校裏邊，我觀察到一個令人擔憂嘅數據異象。我哋呢一代嘅孩子擁有最豐富嘅物質同最先進嘅學習工具，但佢哋嘅抗逆力卻似乎越嚟越脆弱，專注力越嚟越短暫，情緒崩潰嘅頻率亦都越嚟越高。到底我哋嘅教育或者話我哋嘅時代出咗乜嘢問題？為咗解開呢個謎團，我為大家帶嚟一本極具震撼力，喺教育界同心理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嘅新書，書名叫《失控的焦慮世代%大於》。因為呢本書嘅數據分析同埋底層邏輯實在太豐富，對我哋老師同埋家長嘅思維衝擊太大，所以我會將呢本書嘅精華分成3集，同埋大家深度導讀。今日我哋正式進入第1集，先拆解手機童年嘅4大根本性傷害與大人嘅過度保護迷思。第一部分，數據背後嘅殘酷真相。2010年嘅分水嶺。作為一個重視數據化分析嘅校長，書中有一組數據令我感到不寒而栗。心理學家作者強納森凱特指出，從2010年之後，青少年抑鬱甚至自殺嘅比例出現咗一個驚人嘅大幅上升。呢個時間點正好就係智能手機同埋社交媒體開始普及嘅時候。以前嘅小朋友童年係充滿自由遊戲嘅，佢哋會喺公園裏邊跑跳，學習如何解決衝突。但係而家嘅小朋友大量嘅時間都花在手機上，面對面嘅真實社交時間大幅減少。第二部分，最大嘅教育矛盾，實體世界嘅過度保護，虛擬世界嘅零設防。喺我哋推動融合教育同家長教育時，我經常發現一個極大嘅矛盾。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父母喺管教上出現咗一種失衡。我哋喺實體世界過度保護孩子，但喺虛擬世界卻保護不足。我哋因為擔心街上嘅危險，唔俾孩子自己去公園玩，唔俾佢哋承受任何真實世界嘅微小挫折。但係我哋卻輕易咁將一部可以連接全世界、充滿未過濾資訊同網絡欺凌風險嘅智能手機，直接塞到佢哋嘅手中。呢種失衡剝奪咗小朋友3個關鍵嘅發展動機，特別係自由自在地去玩同發展社交能力。當孩子喺現實中冇機會透過冒險嚟鍛鍊抗脆弱嘅肌肉，佢哋喺面對網絡世界嘅即時評價同他人美好生活嘅比較時，就會輕易被擊倒，產生極大嘅焦慮感。第3部分， AI 時代最致命嘅4種根本性傷害。喺 AI 時代，我哋經常話要培養學生嘅創新思維同解難能力，但書中指出，科技同社群媒體正在對孩子造成4種根本性傷害。呢4種傷害正在摧毀我哋教育嘅根基。第一係社交障礙。以前嘅人主要靠面對面互動、眼神交流嚟建立社交技巧，但而家嘅年輕人習慣咗隔住熒幕溝通，去到真實世界時反而會覺得焦慮，不知如何開口，失去咗與身邊人真實連結嘅能力。第二，
睡眠剝奪、高刺激嘅數碼內容令青少年不願睡覺，睡前使用手機嘅藍光嚴重影響睡眠質素。長期嘅睡眠不足不僅影響精神，更會增加患上抑鬱同焦慮嘅風險。第三係注意力碎片化，呢一點對我哋推動 STEAM 學習最致命。手機不斷彈出嘅通知打斷咗專注力，令學生難以長時間投入一件事，文章要花幾倍時間先睇完，呢個嚴重影響咗佢哋未來嘅深度學習同工作效能。第四係上癮，社交媒體同網絡遊戲嘅設計背後都係利用心理學原理同多巴胺機制，令人不自覺咁成為重度使用者，連我哋大人都難以抗拒呢種即時回報嘅誘惑，更何況係大腦前額葉還未發育成熟嘅小朋友。第四部分，實踐僕人領導，老師與家長嘅暑假行動綱領。各位同工、各位家長，聽完呢四大傷害，我哋絕對不能只係一味咁責怪小朋友冇定力。作為成年人，我哋必須先改變自己嘅思維，承擔起環境設計者嘅責任。而家剛好進入暑假，呢個係一個冇繁重功課壓力、最適合重新設定大腦作業系統嘅黃金時機。首先當然係以身作則，放下你嘅手機。如果我哋自己都成天捉住手機，又點能夠說服小朋友唔玩手機呢？其次係建立無科技嘅時空界線。我強烈建議大家喺呢個暑假與孩子共同制定一個健康嘅數碼習慣，例如規定食飯嘅時候、瞓覺之前，全家人都唔准使用手機。你哋甚至可以挑戰數碼安息日，最後重啟面對面嘅真實連結。趁住暑假，主動製造機會同仔女進行真正嘅對話，安排家庭活動去郊遊、做運動，因為小朋友嘅社交能力係必須透過實體互動去學習嘅。我哋不能完全禁止科技，但我哋必須教導孩子如何健康咁使用科技。今日失控的焦慮世代第一集嘅導讀就到呢度，下一集我會同大家深入探討點解社交媒體對女孩子同男孩子會造成截然不同但同樣致命嘅心理傷害，我哋又該如何精準應對？喺結束之前，我有一條問題想請大家喺留言區回答我，當作係我哋暑假前嘅共同承諾。喺呢個已到來嘅暑假，你打算喺屋企設立邊一個具體嘅冇手機時段或冇科技區域？例如晚餐餐台、睡前1小時不一使用手提電話，你又會用乜嘢真實嘅家庭活動嚟填補呢段時間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向我宣告你嘅暑假大計，我會一一閱讀並與大家交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對你嘅教育思維有極大嘅警醒與幫助，請你俾呢條影片一個 like comment， 分享你嘅睇法，並務必把影片 share 俾身邊所有正為孩子沉迷手機同情緒焦慮而苦惱嘅老師、同工同家長朋友們。最後，千祈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將放進教育上，並打開小鈴鐺。我係 Dicky 校長朱古力，同觀眾講聲拜拜啦！我哋一齊趁暑假放下手機，擁抱真實嘅世界。下集見。